你曾否喺深夜輾轉反側，感覺自己與眾不同，卻又無比渴望能夠同身邊嘅人一樣？呢種深藏喺心底嘅矛盾，原來遠古時期嘅以色列人都曾經歷過同一樣嘅掙扎。當時，以色列人睇到周圍嘅民族都有威風凜凜嘅國王統治，心生羨慕。於是乎，佢哋向老邁嘅先知撒母耳提出一個驚人嘅要求，請為我哋立一位人手所立嘅君王，好似列國咁樣。但上帝卻溫柔地對撒母耳講，佢哋唔係厭棄你，乃係厭棄我，唔要我作佢哋嘅王。揭示咗佢哋深層次嘅掙扎。當我哋一味追求像別人一樣嘅生活模式、成功定義，甚至係幸福標準嘅時候，我哋就好容易錯過上帝為我哋每一個人精心預備獨一無二嘅特殊計劃。記住，上帝嘅愛係要我哋勇敢活出最真實、最閃耀嘅自己，發揮獨特恩賜，而唔係盲目地做一個被世俗定義嘅複製人。因為喺神眼中，你係無可取代嘅寶貴。